没么大，你家那个铁匠，弄铁匠，飞面话，还有面的豆豆弄铁匠，飞面话，面话是铁匠，本来也把面的端，就天空来捏酒，来这面带为。天虹嚟，天虹，你电工来，电工来，电工来，带藤面，买这面带，买这面带为电工来，电工来，天虹嚟，电工来，电工来，带藤面，买这。個仔，天虹你前往创造这个停工日了。停工日就是休息日，礼拜日。礼拜日是来自宗教，因为那天他做礼拜，所以有星期天。你天空顶工来带藤面，这个星期天呢是来帮助人的，不是来制服人的。治就是制服人的，来治人，就是来整人的。他这个字为什么不是这一个字呢？为什么不是这个字呢？汉语是这个字，我来治你的人，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读音，是制造的字。它不是这个字的读音，所以它就是这个制造的字，制造的，它这个用的是这一个字，来治人就整人，整面带，它不是用汉语的这个字，汉语的这个字它读着走，这个读音呢，就是这个制造的字。天皇内顶工来带藤面。买这一面带，他是你这个礼拜天呢是来帮助人的，不是来整人的。这个贼就知道这是来整人的，整人的就是整人的，就这个字，不是这个字，不是这汉语的这个字，因为两个读音不一样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涌涌波海，
海内不免平安。